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凡是你对别人做的，你对别人做的，就是对自己做的。你怎么样对别人？你的心是用什么来去对待别人？那以后自然这些就是对你自己做，它会绕回来，会转过来回到你的身上，会回到你的身上。所以，凡是你对别人做的哦，就是对自己做的。你让他人经历什么，你遭遇什么，你让别人遭遇到什么啊？他经过什么？你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他？你这种经历什么？你让别人有这样的一个遭遇，有这种受苦，有一天你也将自己经历，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。你诽谤他，以后这个诽谤会回到你身上。我杀他，以后别人也会杀我啊！哎呀！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因果，所以你让别人经历什么，有一天也会自己经历。佛教所揭示的因果，佛教把它揭开来、揭露开来，开示这个因果的道理。因果的道理不是用来吓唬人的，因果不是吓唬人，不是要让你害怕的，不是让你害怕，而是用来提醒你的。提醒我们一切十方众生，提醒你有因果，有因果哦，绝对有因果的哦。这个道理呢，这个道理，各位，这个真理呀，是没办法改变的。这个真理不但现在、以后、未来，它永远没办法改变。过去要相信，现在相信，未来也要相信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因果这两个字是不能改变的，是平等的，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真理，不管你是不是相信它，是不是相信它、接受它，但是它都在那里呀，都在那里，因果都在那里，它不增加也不减少啊，不增不减啊，因果永远是不生不灭的。它原来如不动，就在那里呀。你做什么，以后得到什么，这回到你自己的身上，你应该要很清楚的。这叫做因果。是因果，佛用了你看49年的时间讲经说法，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。这个果报是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出现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个道理大家都要明白，都要很清楚。我们再念一遍，提醒大家：凡是你对别人做的，就是对自己做的。你用什么心态对人，别人就会用什么心回到你身上。各位，你让他人经历什么，有一天也将自己去经历。你会遭遇到你所对别人用户的手段，你的计谋，可能你要陷害，那但这些东西都会回到你的身上来。你愤怒，你嫉妒，你可能你看我表面上我跟你讲话，但是我内心里面对这个人很不满呢。我这态度，你看我态度，那别人他没看到，但是我这样，就这样，凶巴巴的那个眼神啊，歪七八扭的，就眼神非常凶恶，这样瞪着他，看着他。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你这个你的心里面的这种观念、恶毒的念头，有一天一定会回到你身上来的。会回到你的身上，所以各位，你让别人经历什么，有一天你会将自己经历。所以这个佛教所揭示的因果，不是用来吓唬人的，而是用来提醒人的，提醒你哦，好，让你觉悟哦，让你明白哦。这个真理，不管你是不是相信，它都在那里呀，不增不减啊。希望大家要重视因果。了解因果，明白因果。好，这一章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约束自己，那日后你的人生道路会非常光明，充满了喜乐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